我选的迄个节目吼是阿里山姑娘，这位是由宋怡珍老师带领的8个人因这团逐摆拢对咱乡亲联合会也是真侪团体长辈会拢非常的支持。 逐摆拢有参与来甲咱跳舞，所以咱即马就来请宋怡珍老师带队你们的舞蹈，请出来，谢谢。阿里山的姑娘，掌声鼓励。 所带领的这个舞蹈，每次最让我钦佩一点，就是每遍若去跳舞，逐遍的服装拢无同款，因真用心，每遍拢是颜色都是配合的非常的亮丽，所以每次假如有什么到位，我们一定会请他们舞团来出来表演，多谢他们，谢谢。